加油啊，守门员！你也是，白主任。给我，好不好听啊？好听，这个我也合唱的。那枚戒指后来找到了吗？戒指？哦，没有。那你跟你前女友就不能复合了吧？听说他已经回老家了，而且还交了新男友。祝他幸福，特别为他高兴。不是为啥高兴？喜欢了吗？喜欢。是我说过最喜欢的家人。我是说我。你喜欢我吗，罗大淼？你是认真的吗？他把你给吓的，当然不是认真的啦。过年了嘛，开个玩笑而已。反正春晚也那么无聊，对吧？那什么，你还值班吧？那我先撤了。我真的这个班。张瑞。啊。3点发了。新年快乐。老板，一碗牛筋面。哎，稍微等一会儿啊。往里往里。饺子还没吃够呢。我想尝尝你喜欢的味道。